鍾意呢條片俾個 like 我啊，分享俾你朋友睇啊！準備咗粉橙色4股冷線、鈎針6mm，同埋一啲鈎織工具，仲有一啲飾物。手掌向自己，冷線喺手指尾翹1圈，冷線由手掌向上拉，食指托住線，喺中指同無名指翹2下，手指公撳實啲冷線，鈎針穿過兩線圈，拉條線穿過兩線圈，向上拉高，右手食指撳實鈎針上嘅線，逆時針向下兜1圈，不能鬆手，鬆手做不到。向左邊拉線，穿過兩線圈右側，鈎針上有2條線圈，再向左邊拉條線，穿過兩線圈，鈎長針。第一個長針，用個扣扣住第一針，中指或無名指扣住兩線圈，翹1下線，穿過兩線圈，拉條線穿過兩線圈，鈎條線，穿過兩線圈，再鈎條線，穿過兩線圈。第二個長針，鈎12個長針。散開拍埋一堆，依度12針，邊條線喐拉邊條線，拉鈎針線圈嗰邊。將線圈拉高一啲，擰轉後面，除咗支鈎針去，除咗個扣，鈎針篤落第一針度，順方向穿回前面線圈，穿過第一針度，引拔，轉回前面。將線圈拉高少許，除咗支鈎針去，呢個係頭先篤過嘅第一針。將支鈎針篤落去，將線圈拉去後面撳實去，鈎條線，一次過穿晒2個線圈，穿返後面嗰個線圈。鈎條線，穿落第一個線圈，順時針兜1圈，拉條線，穿過兩線圈，呢個係第2圈嘅第一針嘅長針，用個扣扣住第一針，呢個係第一針個針窿。翹1下線，篤落第一針嘅針窿，拉條線出嚟，鈎條線，穿過兩線圈，再鈎條線，穿過兩線圈。呢個係固定位置嘅第一針，呢個係第一個組合。第二個針窿同樣鈎2個長針。2針為一組，鈎12組，跟上1圈對應加12針。依度24針，可以喐動嘅線近咗手邊，將線圈拉高少許。除咗鈎針，擰轉後面，除咗個扣，鈎針穿落第2圈第一針，順方向穿回前面線圈，引拔。
線圈拉高少許，除咗勾針，將線圈放喺後邊撳實去。呢個係頭先篤過第一個針窿，勾針篤落頭先個針窿，拉條線出嚟，穿過兩線圈，穿返後邊嗰個線圈，拉條線，穿過第一個線圈，順時針兜一圈，拉條線，穿過兩線圈，第三圈第一針，用個扣扣住第一針，第一針係固定位置，第二針篤落下一針嘅罅位度，翹一下線，勾針篤落下一針個罅位度，拉條線出嚟，勾條線，穿過兩個線圈，再勾條線，穿過兩個線圈，第一針，第二針，勾一個鎖針，呢個係第一組，隔兩行，喺個罅位度勾第二組，勾兩個長針，勾一個鎖針，呢度有兩組，隔兩行喺個罅位勾兩個長針，勾一個鎖針為一組，勾12組，跟上一圈對應加12針。呢度36針。第四圈第一針，用個扣扣住第一針，第一針固定位置，勾一個鎖針，呢度係長針嘅罅位。第二針篤落罅位度，勾一個長針，勾一個鎖針。呢個係第一個組合，第一個鎖針做成開口 V 字，第二個鎖針做成組別針。呢個罅位下一個組別，勾針篤落罅位度，勾一個長針，勾一個鎖針，勾針再篤落同一個罅位度，勾一個長針，勾一個鎖針，兩個長針中間勾一個鎖針，組別針勾一個鎖針為一組，勾12組，跟上一圈對應加12針。呢度48針，第五圈，呢個第一針，勾一個鎖針，呢個係長針個罅位，勾針篤落個罅位，勾一個長針，上一圈組別勾一個鎖針。用個扣扣住呢度作為記號，由第四圈開始計算組別針數，勾兩個鎖針，呢度下一個組別，勾針篤落罅位度，勾一個長針，
勾一個鎖針，篤返頭先個罅位度勾一個長針，勾兩個鎖針，兩個長針中間勾一個鎖針，組別勾兩個鎖針為一組，勾12組，跟上一圈對應加12針。第一圈環起12針，分12組，加針用長針畫鎖針。第二圈第一針固定位置，加一個長針，每個針窿勾兩針，分12組，對應上一圈加12針。第三圈第一針固定位置，第二針勾落下一針個罅位度，加一個組別鎖針，分12組，跟上一圈對應加12針。第四圈第一針固定位置，加一個鎖針，喺兩個長針中間度勾，喺罅位度勾，形成一個開口 V 字。由第四圈開始計算組別針數，呢度係組別第一針，分12組，跟上一圈對應加12針。第五圈第一針固定位置，兩針中間一個鎖針，喺罅位度勾，組別鎖針根據上一圈勾兩個鎖針，分12組，跟上一圈對應加12針。組別針由第四圈開始計算，第四圈組別鎖針1針，第五圈組別鎖針2針，第六圈組別鎖針3針，第七圈組別鎖針4針，第八圈組別鎖針5針。帽頂闊度根據自己尺寸而勾，量度帽頂嘅闊度18 cm， 呢度係帽頂嘅闊度。帽身以帽頂最後一圈針數嚟勾嘅，每一圈每一組同一針數，勾到帽高適合自己長度，帽高長度根據自己尺寸而勾，帽高嘅長度、頭圍嘅長度，勾到尾聲啦，篤落第一針度。勾引拔，度頭圍長度26 cm， 頭圍拉鬆量度28 cm， 度帽高嘅長度16 cm， 拉鬆量度帽高長度18 cm， 勾起立鎖針，呢度係頭先嘅第一針，篤落第一針，勾引拔，呢個係第二針，有個 V 字嘅，前後針成個勾晒。篤落第二針，勾一個短針，勾3個鎖針。呢度係頭先個針窿，篤落頭先個針窿，勾短針。睇下有個窿仔㗎，可以勾啲飾物。呢個係第三針，篤落第三針，勾引拔。呢3針係開口 V 字嘅位置嚟㗎。一針係帽頂闊度最後一圈嚟嘅，篤落去組別第一針，勾短針，勾4個短針。
呢度4個短針，呢一針係第2組開口 V 字嘅，篤落第2組第1針勾引拔，呢一針係第2組第2針，篤落第2組第2針勾短針，勾3個鎖針。呢個係頭先個針窿嚟嘅，篤落頭先個針窿勾短針。呢一針係第2組第3針嚟嘅，篤落第2組第3針勾引拔。組別針數根據自己針數而勾嘅，鍾意仲可以掛一啲飾物。根據環起針數、帽頂闊度組別針數勾到尾。呢一針係第1針，篤落第1針勾引拔，勾鎖針，用針隱藏線，將所有線斷線，量度頭圍長度28 cm， 量度帽高嘅長度17 cm， 重量29克。多謝收睇。